标准的往前做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先来邀请每个礼拜的惯例，那个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呢？有谁在哪里？啊，我好像看到了。哦，谢谢我们可爱的招待，张馨瑜，可以请你举手吗？挥你的手。哦，这是罗毅介绍的。OK， 你是同学吗？哇，请立，让我们一起来唱欢迎歌，来欢迎。对，哇，就他同学，他那个好，那我们开南的朋友要热情的来欢迎我们的那个新朋友馨瑜，好，谢谢，请坐。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你第一次来的？我刚刚没有介绍到你的，我已经看到那个是杰心的，对，有没有介绍他一下？我的同学怎么称呼？康佩瑜哦，康，我们这边很多姓康的。好，康佩瑜也是同学，大学同学吗？哇，所以你是从台南上来吗？还是你是桃园人？新竹人。好，那我们一起，我们欢迎他。帮我唱。一下很久不见的旧朋友，但有点新，因为太久没看到了，有没有？那就从要扫描一下这样子。对，那个人剪刘海，我还想说他是新朋友。那个中间的，我们很久不见的叶玲 ，Hello。还有这样我要一起，这个我要一起。然后他正后方的，就是超久没看到，谢谢旭，耶。啊，这边有吗？可以自首那个黄军看我是好，我们一起欢迎好不好？1、2、3，来。听说今天下午那个院摆的时候，有人那个手工制品非常不错。大家可以私底下询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当中戴帽子的那一位。好，下一个我要来报告，今天时间很赶，真的今天时间很赶。那个11月5号第6次的圣礼点，然后如果你预备要受洗的人，请在10月22号之前来报名。看一下旁边左右两边有没有人还没有受洗，然后他要预备受洗的，可以提醒他，互相提醒。然后10月22下午1点呢，我们请到那个温瑞玉牧师来主讲核心同工成长训练门训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你是我们当中核心同工的，请你务必要出席。如果你不能出席的话，也请你一定要向我或是向 Mandy 请假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下一个是招募小帮手，总务组陈汉，然后招待组玉萍，他们持续在招募小帮手。那我今天其实有看到新面孔哦。那个今天穿黄色背心的有换新的人来穿，这样听说是代班啦，但是非常欢迎你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服饰，也超棒，林心如加分，因为他刚拍手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呢是那个我们众所瞩目的那个心灵小屋，7点半在6楼的时间就聚会完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很赶，因为等一下还有一出接一出的，你知道。很多的收获，所以社青团契、学青团契，今天呢我们都在6楼的地方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吃晚餐的，你就有福啦，因为我们有提供小点，对，OK， 然后好，那下一个是下礼拜1呢是那个社青团契出游。然后3点半会在桃园火车站入站口前集合。如果你有参与的人，一定要
准时。然后如果你有时间上或是的安排的话，你要联络我们的社青会长，就是我们的佩杰，举手哦。OK， 好，有报名的人才有。好，学青团契庆生会呢，在下个礼拜的时间7点15就在这个地方，每个礼拜学青都会预备非常刺激好玩的。好，那10月21呢，周报更正一下，就是上礼拜10月1号，不是9月30，对，然后应该是要 po 这礼拜。这礼拜已经上课第4次，然后下一次上课是10月21，下礼拜是暂停的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游牧是去反攻大陆，所以他不会那么快回来，所以14号暂停一次哈，然后21号第5次上课，然后务必如果你不能上课要请假。然后10月22号开始，每个主日早上9点到10点，全家庭执事为我们开了一堂从认识到服侍 ，OK。那这个话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啊？迦南有圣诞，就是我们12月23号晚上呢有一个圣诞的晚会，就是否青年的哦。那如果你说你不是青年，但你想参加也是可以这样，好不好？但青年主办就是有活力。那在我们当中呢，如果你有认识的社团或你推荐的社团，你就可以邀请他们来报名。那这个报名当然不是随便报名，它真的要有料，我们就会接纳，然后也邀请你，然后有丰富的奖品给这些表演的团体。那在台下的要干嘛呢？就是抽大奖，因为当天会有摸彩，所以一定要带你的朋友来摸彩哈。好，那在报告先报告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先来那个这顺序有点难排这样子。我要先请谁呢？那个我先请那个好了，对，先来培养一下气氛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先欢迎那个在我们后面有一个穿绿色格子装的，即将要去日本的朋友，我们邀请阿美达来前面好不好？今天他没有要讲见证啊，对啊，但是因为他要去日本的，就是去也不知道几年嘛，会不会回来你就是日本小姐，然后无法用那个华语沟通这样。好，就是我们要来一起为这个，你要不要给你1分钟好，1分钟，你可以讲一点话，这样好不好？因为听说你，你自己主持啊。谢谢大家。要不要报告一下你的行程？我就是我礼拜3的飞机，早上6点，所以礼拜2就要先去机场，然后我会去京都大学，有1年的时间在那边研究，然后如果顺利的话，也许会在那边念博士班，或者是继续深造，还不确定，就看家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对啊，然后就看神怎么带领，然后就是在这边，我觉得感触很多，因为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，然后这边带给我很多改变，然后就是现在看到，我的这些朋友们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大家从我很不好的时候呢，一直陪伴我，一直到现在，让我可以有现在的，包括我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，然后现在有一个很丰盛的生活，有很好的机会，然后我真的就是很谢谢迦南教会以及每一位我的朋友，还有每一位长辈，这样子一路陪伴我这样走来，所以特别在这边跟大家说谢谢。好啦，我想说，你知道，就是这很像撞醒礼拜，你知道，所以我邀请我们大家，我们一起起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为阿美达来祷告。他要前去京都，然后1个人嘛，对吼，不是2个人吼，3个人，3个人回来。我们来祝福，我们就一起举手，我们为陈敏轩来祝福，为他在那里的学习，还有他的信仰持续的被坚固、被建立，然后有朝一日这样回来为台湾效力。没有啦，我们要有国度观。好，我们一起举手，我们来为他来祷告。举手祷告。
的主，也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主。主，你是让我们从淤泥进入到主你圣洁的主。主，你是应许我们，而且在我们生命中应验的主。主，谢谢你祝福敏轩，当他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一路都有主你的陪伴，都有弟兄姐妹的带导支持。主，谢谢你让敏轩成为我们的家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赏赐他透过主你所赏赐的智慧能力，能够去到日本来留学。主，我相信你要透过这个孩子，在日本这个需要福音的地方做光做盐。主，谢谢你，你让他从迦南教会被差派出去，从台湾这块土地被差派出去，我要做世人的光。主啊，你使他所经历的一个一个成为美好的见证。主，谢谢你，让他活在你荣耀的呼召当中。我们为他前去的脚步，有主你的平安，有主你的喜乐，有从主来不断的恩典与他同在。主啊，更多的是主你的爱要时常围绕他。主，你也让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为他来守望。主啊，圣灵成为他随时的引导跟帮助。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持续的连接我们，跨越时空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就说来培养气氛的。谢谢大家，请坐。那我要介绍一下，今天是很温馨的，真的很温馨。那个下礼拜呢有一个诗歌创作分享会。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年轻人，你不一定每个礼拜六都可以有来完整的时间，或白天就可以出现。所以这次呢，我特地的邀请了我们的以如姐，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。她就是迦南，就是土生土长，然后那个神赏赐她许多的恩典。那我就请她来介绍她自己好了，好吗？真要掌声加尖叫，不然没办法听他唱到，除非有点贵。我终于知道哈，为什么每次那个邱老师就来这个聚会都一直流眼泪哈。我大概在迦南教会，大概这个教会培育我大概20几年，之后我就去外地工作，我在树林的灵粮堂做全职的传道人，助理传道，大概有7年的时间。之后我就也嫁人，然后我的先生因为工作被调到海外，然后我又跟着我先生去海外，然后到海外的时间，我就常常想念起我的母会哈，因为无论你去到哪里，你都会想要回到你原来的家哈。那时候我读书，国中毕业从这里，跟你们一样都在这边，有少年团契啊、青年团契。那个时候我们古老的称呼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在花莲念书念5年，然后我妈妈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哈。我妈妈实行的是宗教教育，她不会打我们，从不打我们小孩。然后如果你有问题，她就是跪在旁边一直祷告流泪这种妈哈。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够了没这样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哭了？其实是我的错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国中逃学的时候哈，因为老师要叫我们背那个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我觉得背这个光，是暑假你知道有够热的，然后还要背这个，我就觉得实在是太酷刑。我那天就决定逃学，我从来没有翘过课啊哈。我读桃园国中，我那天决定翘课，然后我就没去学校，然后我就跑去，我忘了应该是去
麦当劳之类，我忘记我去哪里。然后下课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说：“爸，我下课你来载我。”其实老师已经打电话给我爸爸了哈。然后我妈妈因为是小学老师，她每一年都要去师专进修，所以她暑假都不在家。然后我就很高兴我爸爸来载我，我爸爸都没有跟我讲老师已经打电话来，也没有马上不好路，你今天不去读书，我爸都没有这样。然后就把我载回家之后，他已经打电话叫我妈妈从台北回来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然后我妈妈就一直跟我道歉，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，所以才会让我逃学。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这样的母亲呐哈，所以一直在这个教会也有很多的长辈哈，我就跟那个守中阿公。你知道我是那个年代，他是我的主日学校长。我们是这样长大的哈。我听到刚刚也有人要去留学哪里，其实我感慨很深哈。为什么？我的创作哈，其实我看到这些东西，我都觉得这跟我距离很遥远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哈。可是神很奇妙哈，差很多人来把这些东西做出来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，就是当我在很多时候，我学习不听人的声音哈，听神的声音。怎么样听神的声音？这首歌叫做《听主声音》。我们有时候在很多时候，人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哈，一句话都会胜过父母或是老师。可是当我们真的很安静的去思考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，刚刚那条歌讲到一个荣耀的呼召哈，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？有时候可能你只是坐在这里敬拜，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像上面的乐手，你可以打鼓，你可以弹好的贝斯，或是弹琴哈。虽然这些刚刚这些学生，其实我好激动，这些人小时候都在家里看过，因为他们都是也是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也看过他们长大。可是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分享，不是我服侍你们，而是你们服侍了我，让我再一次很激励。我也用我这17年来的创作哈，跟你们分享我怎么样听神的声音，用这首《听你的声音》来跟你们分享。我闭上眼睛，是主的声音，我心等候主，胜过受到点名。我当仰望，我心等候，为听主声音，微笑生命的声音。我闭上眼睛，是主的声音，我心等候主，胜过受到点名。我当仰望，我心等候，为听主声音，微笑生命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声音，荣耀的声音，借我迷途带我路，亲爱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声音，凡有耳的就
的时候哈，我妈妈因为刚刚讲过是一个祷告的妈妈嘛哈，她每个礼拜天哦12点半都会打电话给我，她要知道我有没有去聚会，所以呢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去？啊，很久没来讲一下。有没有？我没去。我前一天晚上玩到几点，都已经不知道几点，可能夜游之类的，然后才回来。然后可是每一个礼拜天的12点半之前，我都会起床，然后打电话给我妈妈说：“妈，我做完礼拜了。”这招还不错吧？不可以学。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如果我没有去，她心里会很难过哈，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神呐哈，只是肉体就软弱了哈，心里愿意，肉体就软弱。就这样子，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讲一个故事哈，跟你们分享。我妈妈说，其实我妈妈知道我没有去啊，因为听那个声音可能就是刚睡醒，所以我妈妈就跟我讲说，没关系呀哈，无论你去哪里，天上都有一个大眼睛，那个大眼睛就是耶稣的大眼睛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妈不是恐吓我，妈妈说那个大眼睛都会照顾保护你。我觉得我妈妈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哈。她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每次到哪里要做什么坏事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那个大眼睛，因为很厉害啊，神的眼睛很厉害。所以就这样之后，我在花莲读了5年哈，所以就是你知道吗哈，从宜兰一直到台南都玩遍了，这样过了5年。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在我的学生时代，有一些时候，我觉得并不是有一些方面并不是过得非常如意哈。我虽然当班带，可是我都是低空飞过，我都是那种60分的这样。那嘉南现在还有这个奖助学金这件事吗？有吗？哈，奖助学金要几分？学业成绩要几分？70，我们那时候是75啦，可是品性一定要90几嘛，哈，对我忘记了。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讲说，那你可不可以拿一下教会的奖学金这样？那我以前都自己打工，哈，我以前读书都自己打工。那我们读私立学校其实学费有一点贵，这样，我就都自己打工。后来我妈妈就说，那你可不可以拿学校的教会的奖学金啊？我不要求你拿学校的奖学金，你可不可以拿教会的奖学金？我想说惨了，那个75分真的要有一点努力哈，可能不能随便混就过去这样。所以我就有一点努力的读书，因为我答应我的妈妈，我要拿到教会的奖学金。所以我就有很认真的读一下书了哈，一下有拿到75分就好了，不用到76啊，75.5就 OK 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差不多小姐哈。所以我觉得在读书上面我并没有办法非常优秀，可是我可能在社团人际关系上面，我觉得我唯一没有放弃的是我继续去参加学校的团契。我没有离开我的教会生活。后来到我毕业之后，我继续回到嘉南教会。到我出嫁之前，我都还是一直在教会这里服侍哈。我要鼓励大家，就是说，不要在乎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有没有人看见，或是谁比较喜欢你，谁比较没有看见你。我觉得这些事情有一天都会过去。就像我现在就是一个欧巴桑而已，就是一个住在国外的欧巴桑。然后你知道，我出去，那个英文认不得我，我也认不得英文，然后只要不要饿到就好了。所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可是神却呼召我做了这样的事工哈。那主耶稣音乐盒这个事工，就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人家一起祷告。在我创作这些诗歌的历程，就是比如我在有一段时间哈，我就跟以前这里有3个牧师的时候，我们都是配搭祷告，会跟他们一起祷告。我从以前就是祷告的时候，我认为我自己很不认真哈，我祷告的时候都会一直看到很多图案，或是飞出很多东西。
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叫意象，好，那有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方言祷告在以前我们也没有教导。那有一次我在我们祷告礼拜五祷告会结束之后，就会我们有3个牧师，所以排3列，有人到前面来，牧师要为他们祷告。那我负责跟某一位牧师配搭，每一个牧师都有配搭一个同工。当一个妈妈走到前面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妈妈，其实她是很正常的走到前面，可是我看见有一双手捂着她的耳朵，这样子，好。后来她来到前面的时候，牧师问她说：“这位姐妹，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？”她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最近都听不见，好，我一个耳朵都听不见。”那牧师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医生？”医生说都没问题。好，后来他就在那边安静等候的时候，我就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因为他太唠叨了，所以他的唠叨他小孩都不听，而且主耶稣也不想听，所以呢，主耶稣让他一个耳朵听不见，他也不要让他听见他自己唠叨的话。”好，结果我那时候还蛮小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表达我的领受，所以我这样告诉牧师之后，牧师好，那这个姐妹我来为你祷告。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就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有一些话语从人来的，或是从你自己讲出来的，你可能是被人伤害，你也讲一些话伤害了别人。那耶稣不想要听这些话语，好，他不要你讲，他也不要你听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让你的耳朵是听不见，你安静，你要等候神。后来回去之后，他很惊讶的，很大的眼睛看着牧师。牧师跟他讲完之后，为他祷告回去。下一个礼拜他再来，牧师问他说：“你耳朵听见了吗？”他就说没有。他说：“那我上个礼拜跟你讲，你这个礼拜回去都不可以对你的小孩唠叨，你有没有做到？”他说没有。那牧师就跟他说：“好，我继续为你祷告。可是你这个礼拜回去一句话都不可以唠叨哦，不可以念小孩这样子哈。”后来他跟牧师说好，这样。后来回去之后，他就真的这个礼拜一想到要唠叨的时候，就想到他耳朵听不见。后来他来的时候，他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这个礼拜都没有唠叨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耳朵听见吗？”他说：“真的听见了。”好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跟牧师开始服侍之后，在圣灵里面有一些神的感动。所以每次服侍完之后，我就会写下一首歌。有时候是神对这个人的回应，对生命的回应，或是对教会的回应哈。在17年前，我为迦南教会写了一首歌，那个时候是为了要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哈。那今年我很想也在为迦南写一首歌，可是当我尝试想要写的时候，我是用我自己的力量在写。可是就写得很糟糕，我觉得并不是从神来。后来有一天在9月18号的时候，我遇到游牧师哈，游牧师就说：“你创作这么多歌，要不要为迦南教会写一首歌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好像不是我能控制的，那我回去认真祷告一下哈。”那很感谢神，神让我写下一首歌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叫做《迦南复兴之光》。我但愿这个复兴的光能够在迦南里面再一次的复兴我们每一个人。四下迦南真爱美之地，生命定要为他以的灵魂，金钱的敬拜，下来的团契，谦卑的成长，仆人服侍，持守真道，彼此相爱扶持。纵然有许多困难和危机，真实面对自己，真切悔改更新，一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前面这一段就是我们迦南的主题，我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只有管理阶层的人知道哈。所以我用这一首
首歌的前面，在网页上面也有来写这首歌。我但愿能够祝福每一个人，也祝福这块迦南美之地。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美门吗？这个祝福的门，有一个瘸子在那里等候什么？他等候医治。可是他瘫痪了，他有办法跳进去那个医治的池吗？没办法，就是每天被人抬来抬去。所以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医治的地方。可是我们是那个瘸子，你在等候别人抬着你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跳进那个医治的池里面，跳进这个复兴的海里面。神要来医治你，神要亲自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。迦南美地，复兴之地，为见耶稣，不看自己，同心合意，建造属神迦南地，求复兴这地，迦南美地，复兴之地，为见耶稣，不看自己，同心合意，建造属神迦南地，复兴迦南地，复兴迦南地。但愿神复兴我们的迦南美地。我们很想拍手，我们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不只是拍手啦，那个下礼拜的10月14号，礼拜六下午2点半，在本会2楼举行邱以如姐妹诗歌创作分享会。那这次就是珍藏17年的音乐会，那我相信大家都有领受，都有看见。那我们现在来预备我们的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安静，然后祷告，表达你的感恩。你恩典每天够我用，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，耶稣。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皆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我要得着，请起立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奉献一生，皆因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我要得着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双十连假的第一天，仍然能够聚集在这边来听主你的话语，以及听很多兄弟姐妹的分享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保守我们很多学生，不论是在我们的家乡读书的，还是在外地读书的，不论在这个连假他们有没有回来，主耶稣，谢谢你都一直保守我们，谢谢你都一直看顾我们。也求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论是在家乡是在外地的，都能够仍然在我们信仰道路当中追求不放弃。
也愿我们都愿意将我们的金钱、愿意将我们的才能、将我们的时间都献上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真的是比较紧凑，因为很精彩嘛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听神的信息，在创世纪14章1到16节。那如果你有手机或是纸本圣经的，你都可以翻开来，或者是你可以看荧幕。好，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要慢慢读，因为很复杂。听说是那个创世纪目前最难解的。对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当暗拉菲做示拿王，亚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亚玛王示那、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。比拉就是索尔。这5王都在西定谷会合，西定谷就是沿海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，到13年就背叛了。14年，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林，杀败了利伐因人，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他们回到安密巴，就是加低斯，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逊哈马的亚摩利人。于是所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，与他们交战，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、哥印王提达、示拿王暗拉菲、以拉撒王亚略交战，乃是4王与5王交战。暂停一下，上面一页。好，我们只要记住，乃是4王与5王交战。那9节以前你就都记得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西定谷有许多石溪坑，所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4王就把所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，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所多玛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曼利和以10个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兵318人，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大家还记得几个名字吗？只有刚大笑的，大家记得吧？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人物你们有听过的？亚伯兰。亚伯兰还有吗？罗德还有吗 ？OK， 记得重要关键的很重要，所以记得亚伯兰，记得罗德，你已经那个
你已经超过及格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申请生日助学金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，因为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的短，所以传道要快速的跟大家分享。其实这个题目出来，还有这个经文，我看了很久，一直在想说，这个打战打来打去的，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？好像我们最近那个新闻也一直在讲嘛，就是哪里的飞弹要飞到哪里啊，然后哪里的经济被制裁啊，哪里要独立啊，好像一直听到这样子的信息在整个国际当中，就跟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一样。有时候我们听到很多，但就是不飒飒，想说到底在讲什么？到底在讲什么？到底在讲什么？这样。但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到今天的经文的话，其实在这个月份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，同心服事里面，这段经文它就是在讲一个环境上面的黑暗，但是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秩序，可以看见神要带领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境。今天呢，就很像那个一开始的时候，创世纪12章1到3节，这大家很熟悉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段经文对今天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也赐福给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在这段很复杂的经文之前呢，是亚伯兰。这个亚伯兰呢，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亚伯拉罕。这在他还没有改名之前，其实上帝已经先应许他了。他领受完这个应许之后呢，就如同上帝所应许的，他的家族呢就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丰盛，财货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可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什么？罗德。多到一个程度是这地方可能水草，我的羊太多了，都吃完啊，你的羊就没得吃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起来分家，分财产嘛。那分哪种财产？不是你的羊我的羊，不是他们是，那你去那边，那我去那边。那亚伯兰呢，他就是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他就让这个罗德先来选。那罗德就选啦，他就是要去这个看起来水草丰盛的地方。结果去到那里之后呢，今天的战争片就开始了。今天的那个经文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多的王，很多的人名，上面你认识几个？你认识几个？可以念出名字吗？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小英在哪？有在里面吗？今天出现了很多的人名，然后让大家就是一直在想说，所以传道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。这当中呢，里面有9个王，有8个人名，有6个地方很重要。那其他呢，你可能也忘记这个9个、8个、6个，你只记得2个人，一个叫罗德，一个叫什么？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开始征战，而且这个征战啊，像上礼拜刘牧师跟我们分享的，他说战争跟征战有什么不一样？征战是什么？里面在干嘛？英文呢？那个英文说是因为什么引起的？心里面的不平，心里面的嫉妒，心里面的想法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他们在这个战争里面，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这当中原来有5个王，他们侍奉了一个叫做那中间基大老马，是这样念吗？基大老马。原来有5个王，他们已经侍奉这个叫做以兰王的基大老马已经12年了。但是呢，在这过程当中，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啊，为什么你是做王啊，我也是王啊，为什么这个王要听那个王，这个王要听那个王啊？有各样的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。所以这个5个王就讲好说，我们不要再我们一起来攻击他，我们不要再让他做我们的主，我们要自己做主。
可是这个基大老马它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于是呢，哎，你们右边哦，它好像暗掉了哦，只有这个是好的，好，那个新媒体这个跟这个需要整修一下，所以呢，后来呢就排列了一个阵容。如果你有看圣经的话，就讲说4王打5王，哪4个王呢？左边上面那个就是基大老马，已经黑掉的那个。他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刚刚讲，他就组织了联盟，他另外找了3个王，这4个王就攻击了那5个王，这4王5王的局面就开始展开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在经文看到的是，人的心啊，如果没有主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走向黑暗。由这个基大老马带头的这4个王，如果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读到，好像有其他的人出现，什么利乏因人啊、苏西人、以米人、何利人、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住哈喜逊他，要停一下，他玛，停一下，亚摩利人。经过这些地方做什么？就是经过就杀掉，经过就杀掉，经过就杀掉，杀，终于杀到他们原本要跟人家作战的地方。不觉得这个听起来很熟悉吗？最近有一个人，他也是拿了几百发的子弹，不止，扫射正在举行音乐会现场的人。新闻说，其实统计可能还是有一些误差，造成58个人死亡，400多人受伤。因着人他心中没有神，让无辜者受害。然而，今天这个无辜的发生，有时候是跟我们对环境的认识是有知道还是没有知道，很有关系。关系就是在我们不自觉就身处在那个环境当中。去参加音乐会的人从来没有想过那一天会成为他的受伤日、忌日，或他身边的人离开他。而今天这个罗德呢，他其实就住在这样的地方。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在创世纪前面一章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所多玛。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罗德就住在这样的地方，是人觉得哇，就很像那个当初那个像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园一样。但是他在这个居住的过程中，他看为这是好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原，是就好像伊甸园一样的地方，而且是他自己所选的。当初要选择分家的时候，亚伯兰就跟罗德说：“来，你先选，你选这里，我就去那里；你选那里，我就在这里。”罗德于是他选了。他在选择的过程中，他就是看见人看为好的。那个地方有丰富的资源，有丰富的水草，有丰富可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这个地方叫做罪大恶极的地方。上帝在告诉罗德，还是在告诉亚伯兰？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我们会知道，罗德或许他不知道，可是亚伯兰很清楚知道，这是神他所不喜悦的地方。罗德在分家的过程中，他有选择权，但是限于自己的眼目，以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以为土地的丰盛，那个地方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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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就人生就丰盛起来了一样。于是罗德他渐渐的就迁移，最后就定居在所多玛。那这个所多玛是什么？就是今天发生战争的地方。在这个战争里面呢，罗德呢，他就在刚刚那个5王跟4王的战争，最后谁赢呢？当然就是这个叫做基大老马的这个王。所以另外一边，所多玛在另外一边是他的对战区嘛，所多玛就战败了。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想过，当我们选择那人看为好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不一定看为好，而且很多的时候，原本我们
被祝福的，因着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反而落入到那个他今天经文讲到的被掳去的这个经验中。这跟过去他还没有跟亚伯兰分家之前，按着上帝所指示过的日子大不相同。他当时有一个保护的人，还有一个保护他们的神。但是在经文有写到啊，这个罗得他所有的财产其实是很多很多的，可能在这个时候富足还没有离开他，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失去平安了。我们在看见这段的经文里面，读到这些很多的经文，这个王那个王，其实在后面那一段讲到更重要的是，很多时候当基督徒像罗得一样，我们在这世上会面对到许多的状况，许多越来越世俗化的价值观去冲击的时候，我们很快的会知道社会需要的是什么，对社会很有敏感度，我们很有意识在什么是功成名就，我们很有意识什么是五子登科，而且我们对这些事情也有一定程度的向往。这并没有不好，因为神他是应许我们丰盛的，但同时对于信仰的价值，我们常常是充满了试探跟危机。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罪没有认识。罗得他身处在这个罪的环境当中，他自己圣经说他是依然正直的人，可是他的周遭啊，刚刚讲到那些王啊，违背上帝啊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也失去了平安。跟大家分享一个在20世纪一个女性的政治家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汉娜·鄂兰的德国人，她是犹太裔，她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平凡的邪恶》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读那本书。她也出了电影，叫做《真理无惧》。他在描写说，一个在24大战期间从来没有杀过人，也从来没有下令杀人的平凡公务员，他每一天就是坐在办公室就签那些文件，打勾打勾打勾，盖印章盖印章盖印章，然后就交件。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个下令杀人，没有做过一个杀死人的这个动作，只是执行他的职务而已。可是他却共同的参与屠杀犹太人的这个历史，而且榜上有名。后来这汉娜·鄂兰说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啊，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做这些事情，我没有参与其中，为什么我也有这个罪？他观察了，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人世上的一个结论，就是在这一群执行职务的人当中，这些公务员当中，他们并没有思考他们现在所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乎好的价值。汉娜·鄂兰用2句话来形容，他说这群人叫做无能思考，因为他们放下他们可以思考的这一个权利。然后你叫我做打勾，你叫我做打勾，其他时间也没有在思考，或者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拒绝思考。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基督徒如果不思考，基督徒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做对公众有利益的，去扶持，譬如说像教会为什么要做社区的宣教，为什么要外展？因为我们看见人他需要福音，所以我们开始行动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在这当中吗？他讲到说，在这个期间有许多的人，他们不对任何的政治人物承诺的去关注，他们也不去监督说，到底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？最后他下个结论是，民主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是名存实亡，自由繁荣只是社会集体的虚妄想象，无法长久延续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纳粹的独裁啦。这群人不愿意思考，可是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时候，这样的思考其实也很重要。
那我们怎么去看见呢？其实回到信仰当中的时候，是从回到那个应许里面，根基在那个我们一刚开始读的那个应许里面，看看我的生命是不是有合乎神为我现在所预备的，我是不是在我现在的本分上面尽心尽力，我是不是在看见需要的时候成为有行动的人。很多时候是在讲一个全人生命的悔改，这就是基督徒的思考。全人生命在神里面得着更新，它同时也是一个转向的经验。我之前有讲过，转向就是你原本是藏在这里，但神的道路在那里。转向，当我们转过去的时候叫什么？就叫做悔改。当我们的生命去行动开始的时候，就叫做悔改。而这个悔改，这个思考是立基在上帝的应许当中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，罗德被掳之后，圣经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，有一个从索多玛逃出来的人，他想到之前有一位倚靠上帝的亚伯兰，或许他有方法，他逃到亚伯兰所定居的地方，立刻行动去那个地方，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地方或许有一线生机，或许那个上帝会帮助他。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上帝的人，但我们知道他是去寻找这个机会的人。当亚伯兰呢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们如果看经文，我们就知道，他一听到之后，他就说在哪里，要立刻去拯救，就召集了318个原本就已经有在装备训练的这个精兵，就赶快冲去要去救他。但是我在这里要说，亚伯兰这个人，他不在不久之前，如果我们看经文前面就会知道，在这个经验之前，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前，他其实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。还记得他在埃及的时候做什么事吗？埃及王看见了什么？他的老婆很漂亮，然后呢，他就跟他介绍说，这个是我阿妹，阿妹，这是客家话吗？这是我妹妹，因为他很怕说，他觊觎这个他的太太，就把他杀掉，好把他娶走，这样。原来是一个很怕自己会遭遇不幸，所以就说谎得罪人、得罪神的。但是他今天在面对这场战争，我刚刚有讲嘛，4王对5王的时候，他们打赢了之后，还一路还没到那里之前就把其他人都杀掉，就很像那个扫射一样，我经过的地方都是我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幸存。这样，面对这样子的危险，面对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，亚伯兰应该是要逃得远远的。但是今天的他不一样，因为如果我们细看今天的经文，就在前面一点点。当他们分家一开始，神又再次对亚伯兰说了这段应许，说我要祝福你成为大国，我要赐福你，我要使你的名为大。哇，一个刚刚说谎话的人，然后神却告诉他说，亚伯兰，我还是要赐福你。这让我们看见说，神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。人会一直去改变，人可能会跌倒，可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见证一样。但是，你是不是在你生命中总有那个常常为你祷告的人，总有那个提醒你的，或是我们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提醒别人的人呢？这段经文其实一直让我们看见是这些战争在发生，好像就是一个故事，它讲完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些故事在讲什么。可是当我们往前往后看的时候，当我们回到原点，上帝应许亚伯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这些所讲的事上面，其实
都一直在指向有一位神，他让我们能够去经历那个更新，一个逃回亚伯兰面前的人，一个亚伯兰原本没有办法去面对冲突，甚至他面对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是懦弱的，但如今却因为在这个应许中变成了刚强的人。其实当我们在面对社会、面对世界的时候，常常提醒大家是，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对我们有应许的。可能很多的时候，你在教会久了，1年、2年，那也有20年、30年，甚至有一些人，我们是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就会觉得好像这我知道啊，我每天就是这样过啊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嘛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，但神他从来不忘记他对你的应许。特别我们在面对社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好像就在那个战争当中，我好像面对了课业这个强大的敌人，或是这个人际关系强大的，或是有时候会觉得父母是不是我强大的敌人？不要忘记，神早就已经应许，他要透过耶稣基督，透过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每次在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当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，神他要兼顾你跟我的信心，透过十字架一直在告诉我们，这个记号是死的记号，是让我们罪与他同死的记号。同样，它也是一个复活的记号，使我们可以心存盼望。借着我们像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每一个礼拜，甚至每一天，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操练，像刚刚颖如姐分享。神就透过他每次祷告或他敬拜的时候，甚至行走的时候，神就好像把那个很多的图片，他说他不专心嘛，可是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对你讲话，但你有没有发觉他在对你说话？还是就是这样，那我要继续做我的事情了。其实我们会看见说，这是一个对神的敏感度。亚伯兰之所以他可以走这么久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在圣经当中都说，他走到一个地方就筑坛，就像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一样。他走到一个地方就筑坛，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就敬拜，他就祷告，他就献祭，他紧紧抓住跟神的关系。即使他在埃及的时候，信心软弱了，没有办法诚实的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就像我们很多时候面对这个世界，想说我觉得真的很辛苦，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的同学分享，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的朋友分享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的父母沟通。我觉得沟通好难哦。但是别忘记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不可能改变的人，我们刚刚就见证啦，那个要去日本的。上次我们去参加见证会的时候，他还跟我们分享，他就把我们叫到前面，因为我们去参加，他就讲他的生命故事。讲完之后，如果我们知道阿美达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他平常就是会一直打嗝啊，然后抠脚啊，然后跟你乱聊啊，然后有很多的习惯嘛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他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传福音给他的妈妈，他也终于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了他的爸爸。神就是这么的奇妙，在你觉得不可能的那个人身上，神就要做那可能的事情。在我们面对刚刚讲那些战争，好多的王我不认得，但我就是知道我没有办法赢的时候，靠着神，我们能够获胜；靠着神，我们能够得胜有余。但是不仅是如此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它不只是在罗德跟亚伯兰的身上，我们刚刚只记得这2个人，也是在你跟我的身上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你是那个罗德需要被人家拯救的，还是你是那个亚伯兰，周围
有许多的需要，有许多的危机是你要去做的。这是之前还是流传到的刘牧师，那时候对新朋友，我们有一个加你一起的小组。这个加你一起，并不是因着那时间不见，所以就消失，而是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，你带新朋友来，你将那个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人带来，你告诉他，不一定在教会里面，你在生活中跟他分享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已经在做这个夺回的工作，在做这个使人经历神的工作。上个礼拜9月27号，我那时候在办公室就坐在那里一直在想说，我们已经开会讨论圣诞筹备会，讨论第3次了。我们都说要做外展的工作，但是要怎么做呢？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小房间这样走来走去，还好那时候旁边没有人，不然他头应该会晕。我就一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然后我在干嘛？我就在祷告，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后来呢，就有一个妹妹呢，就突然听我的手机突然叮这样，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，我在祷告，然后我就要去看一下，啊，然后他就说我的学长在学校有个表演，然后我就想说谁呀、谁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啊，然后我想说你的学长我应该不认识吧。后来呢，他就讲了一个名字，我想说，这个名字我认识，对，刚刚笑就是最明显就是他，他就邀请我去，哇，我正在想的时候，就有人敲我的门，那个人就开门，然后就说，都平常都叫我什么我忘记了，然后就叫了我的名字，然后那个人刚好就是。这次我们在外展的时候要邀请大学的同工，哇，我觉得神超奇妙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，就在里面走来走去祷告的时候，一个讯息，一个人，一台车，那个穿橘色衣服的就下来开车，我们就出发了。神做工就是这么奇妙。你不要想说哦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不会跟人家传道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分享。一个祷告，一个讯息，或者是骑个欧兜拜，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。或者是你跟他邀请说，我们12月23号晚上要摸彩哦。当你这样分享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在开启一个机会。好不好？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接下来的时间，透过邀请跟关怀，透过我们的祷告，有时候我们没有信心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我们跟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就要做那个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平常的时候。你开车不会是你真的要出门那天才开嘛？一定你平常就在开车嘛？平常就在祷告，平常就在读经，使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。亚伯兰的那318个精兵，不是到那天才叫精兵，是在那之前就操练成精兵，他才有办法出去打仗。同样的，在我们身边，刚刚所说到。或许你有你的罗德，或者是你有你的亚伯兰，但不要忘记，我们要顾念我们周围软弱的人，跟他分享，特别在他有需要的时候，我相信神要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就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回应。耶稣是。
惧怕。你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是有应许的，是有意义的。特别在我们在这个世代，我们看不见意义，我们看不见方向的时候，神要成为我们的意义，他要成为我们的方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，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见证，在世人的面前展开，为要使你的名得荣耀。为此，我们被呼召，这是荣耀的呼召，就在我们当中。愿主你来祝福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呼召，活出这呼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跟你前后左右人说，耶稣是你的盼望。好。我们的时间很有限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？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到6楼一起来欣赏这个《心灵小屋》这部电影。我们可以跟前后左右人